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新历的11月初9，旧历的9月24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台北市的济湾出现一个老色龙，人咧讲的老不休。71岁了，长期伫济湾顶骚扰着女性的乘客，伊达到红掠着拢辩讲，因为人伤多，无小心去共客着去共回着。12年来犯案12起。 甚至佫会伫被害人的身躯顶留下着不明的液体，但是因为性骚扰是属于小罪过，每一届红掠着了后，拢是来纳罚金就无代志，毋免掠去关，所以一届一届一直来犯案，参警察拢对伊真头痛。 伫人遮济，一份车厢内一个细干的查甫人，调工去接近一个女乘客，共食豆腐。这是今年2月份伫棒球站被掠到的。到今年9月份，又伫港仔喙站用同款的手法犯案。这个人根本是济湾内面性骚扰的惯犯。原来2年前嘛，捌伫中校新生站对一个女学生做同款的代志，一个调查发现讲，伊的犯案有12件，连济湾的警方嘛拢真头痛。 这名嫌犯呢会在人多的车厢内犯案，而在被害人身上留下了不明液体。被害人打个正着，他还会狡辩说不是他。这个姓简的查甫人已经71岁啊，有几啊摆去挖着女乘客身躯泼不明的水，若被抓到就讲这是人济无细字的，捌被判有期徒刑3个月，并罚金1万，有期徒刑4个月等等。因为性骚扰是轻罪，只要纳钱就无代志啊，所以讲会一直再犯。 这应该要被关吧，不然他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啊。会自己担心自己，或者是担心自己的女儿，这样子会很害怕啊。这款的性骚扰案会使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，还是并罚金10万块。也毋过伊拢发唔惊，继续伫犯案。嘛，互女性朋友大家会惊。济湾警察即马只好加强巡逻，避免又有被害人受害。